乡亲到早，欢迎收看今日1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先开始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新增加2例境外带病入境的案例。另外，为着要阻挡变种病毒传到社区，对1月15开始入境台湾居家检疫，拢规定爱1个人1间。因为即阵大家拢接洗手、挂喙罨，嘛甲流感的疫情压落来，无出现大爆发。即阵才出现头一个重症病例，是有史以来上晚才出现的。 最近气温降低，国内嘛出现头一个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个案是去年住伫北部，有糖尿病史的77岁女性，去年12月底住院，确诊 A 型流感 H3N2，这嘛是这几年以来流感季节内底上晚出现的重症个案。今年第一例的这个流感重症个案，他是一个居住在北部的77岁的一个长者，那他是没有接种过本流感季的疫苗。 另外，高雄的某一间托婴中心嘛发现一件流感的群聚事件，有症状的人总共6个，拢是无满2岁托婴中心的囡仔，其中1个人有注即季的流感疫苗，5个人无注。这嘛是伫去年10月7到达台湾第一件流感的群聚案件。而且为着防范新冠变种病毒来台湾，从1月15开始，回国的台湾人居家检疫必须要1人1户。 佮加上旧历过年特别要到啊，地属防疫旅馆规个客满，想要订嘛订无。针对这件代志，指挥中心表示，已经请观光局协助增加房间数。目前有关各县市它的这个订房率哦，那观光局都已经了解哦，那他们也正在积极请各县市在邀请业者这个加入这个防疫旅馆的一个部分。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的部分，佮新增加2例境外移入的病例，拢是本国籍，嘛拢是对美国入境。伫咧居家检疫期间发病确诊，若是顶一日越南发现一个若像台湾输出的确诊个案，目前个案离开台湾进前接触者，扩大列出9个人需要采检，7个人的核酸检验是阴性，还佫有2个人爱等待采检。记者综合报道。 做回来关心天气，今日咱继续受东北季风影响，伫北部、东北部落雨的机会较悬。咱来看云图。今日伫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宜兰山区有局部大雨，若花莲、台东云会较高，有短暂雨。中南部是侪云到好天。温度的方面，各地低温大约是13度到15度，若日时北台湾高温大约有17度，其他的所在高温是21度到25度。要提醒乡亲，对明仔开始到拜六这段时间，因为寒流落南，水汽会变济，伫北部、东半部、中南部山区拢会落雨。各地温度嘛一路下降，暗时的低温是无到10度。伫北台湾的1000公尺以上的山区，也佫有中南部3000公尺的关山，拢有机会会落雪。若拜5到拜6透早是这波寒流上强的时阵，提醒乡亲寒冷的感觉会感觉佫较寒，所以一定要穿好少。 来关心科华中央应变中心是宣布讲，虽讲桃园的石门水库也佫有水，也佫是无够热，无够互全区的农地使用，所以今年的早冬稻啊，桃园第3分区以外所在，大约是28000公顷，拢会停止放水引产，农民10公顷的土地，农地会当补助93000块。 桃园的石门水库因为最近落雨，国家上升水，储水量小可回升到1.3万亿吨，由于无够供应全区灌溉需要1.6亿吨的水，所以旱灾中央在海应变中心宣布，今年一期调做桃园石门5分区有4区差不多2.7万公顷的农产，决定停灌就已经停灌2期的桃园第3分区7774公顷，采取节约供灌。考量这样的一个公平性，我们今年一起做就实施灌溉。不过，因继续建造的桃山灌区无完全用石门水库的水，水利署也调度抽水机协助农民抽鼻塘溪水甲开合排水这水源。另外，农委会也将桃山灌区的建造延后3礼拜，互几个月了后的稻仔抽水机上需要用水的时阵，迎接着雨季。它在抽穗期的时候是进到我们所谓的梅雨季节，希望说在那个时间点能够有雨水的滋润的时候，那相对的对于水库的水情的压力也不会那么大。不过，知影所属的灌区一期调做确定停灌，桃园农民也是真不满，因为都要连续2期休耕，为人大经25公顷的农民讲，损失是有够惨。
一期依我自己如果没耕作，它等于是你缺少100多万的收入啊，几乎是半年没有工作了啦。然后你说另觅水源或是怎么样的，这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很多农民贷款买了车子，也没办法去缴这个贷款，对不对？说补助我们多少钱，我们根本都也是收回不大。另外，桃园田园补偿上悬是每公顷9万3，地标中为7月开始实施减量供水的甘式订户，一个月用水量超过程度的工业大户爱省水7%，非工业用水大户，比如游泳池、洗车、三温暖等爱省水10%，看水情状况增加到20%。记者综合报道。介乡亲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澎湖日报。因为讲真，意外死亡的比率降低，金管会初5时宣布讲，对今年7月份开始，个人的意外保险无包括旅游平安险，要调降保险费。严格一摆调降只限制伫第一类，也就是食头路的工课是内勤、文书、行政人员，才会发生意外比例较低人。来看自由时报。鼻梁、鼻窦炎爱洗字，有一个少年家无去管伊，无去插伊，造成正类目睭痛，去互医生看，才发现讲是目睭凹引起胖受影。医生是提醒讲，这若是严重，是会切眉。来看中国时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全世界，严过亚洲人病本较高，抵抗力是比欧美的民族也搁较悬。日本的东京大学即马有教授研究了后，有发现讲亚洲人若亲像有一款特殊的抗体，未使进前捌感染过。来关心华航有一个副机师洪检基讲，伊旧年有一摆咧居家检疫的时，偷走出去拍高尔夫，还佫有一届是伫自主健康管理的时，煞走出去踅街。华航是表示讲，调查了后确实有影，上当会甲伊洗头路。那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讲，因为这是旧年发生的代志，今年才实施机组人员管理办法，所以政府未甲发，华航家己处理。国际航空各团组机组员违反防疫规定，华航初5证实，因的一个货机的副机师，去年11月13半暝1点54分到台湾，原底爱居家检疫3天，不过11月15，伊煞偷走出门违反规定。另外，伊为安克拉至飞台北货机的任务，12月22日中昼12点47分到台湾了后，有完成3天的居家检疫。不过，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有去人较侪所在。那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呢，当时是这个机组人员的这个健康管理的部分，是让航空公司进行这个人员的健康的管理、检疫的规定啊，这些的话是由航空公司去做内部的惩处。指挥中心讲，这个案件发生伫旧年，无适合用1月初1实施的新版机组员管理办法，而且会尊重华航的决定。华航表示，当事人已经认错，嘛会失礼，愿意接受处分，接落来调开人品会议，情形若严重的会停职，甚至是甲洗头路。也若技术工会认为少数的个案，隶属其他有配合的机组员，因原本的拍拼拢乌有去，感觉真遗憾。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觉得很遗憾，但是公司有它的处理程序，只要秉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我们也是会给予支持的。工会讲1月初1开始，检疫变甲更较严格，伫外站旅馆袂当出门。等来台湾了后，爱居家检疫7天，接落来7天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禁止坐大众运输工具，嘛禁止去人较侪所在等等的规定，互因压力变较大，家庭的关系嘛受到影响。上班，然后到外站的关饭店，然后回到台湾关居家检疫住所，然后再继续上班，然后再关饭店，再回来关检疫住所。像我前几天，小朋友冬天到了，衣服穿不下了，然后我先生带小孩出去卖场买衣服。工会表示，机组员压力大，还会兼顾家庭的生活。工会目前当伫甲国际航空参详，希望透过排班的安排，若隔一段时间，就会当互机组员几啊天啊自由的时间，会当消除压力，安尼对飞行的安全嘛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即马也搁咧滚价。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8600万例，死亡人数有186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2例，目前计共817例。中国病例有87000例，香港有9000多例，伫日本已经超过25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2100万例，印度嘛已经超过1000万例，伫巴西是超过775万例。
欧洲的国家伫法国是超过273万例，那英国这阵疫情已经超过法国，英国有278万例。英国昨昏是通报讲，过一日佮新增加6万例确定病例，佮创下新高。英格兰已经全面封锁，苏格兰嘛是。另外，亚美尼亚总统嘛防确诊，目前伫英国的伦敦隔离。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去中国是想要调查疫情的源头，也佮说服中国主动。英格兰地区已经进入第3届封锁，伫咧连续7天确诊超过5万例了后，初5这天是佮破纪录。More than 2% of the population is now infected. That's over 1 million people in England. And when today we've reported another 60,000 new cases. As of this afternoon, we've now vaccinated over 1.1 million people in England and over 1.3 million across the UK. Across the country as a whole, roughly 1 in 50 people have got the virus, but 1 in 50 is really quite a very large number indeed. By extending the gap, we are going to, over the next 3 months, be able to essentially double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can be vaccinated. There is more than 50% protection, then you've actually won. 甲英格兰同款全境封锁的苏格兰，目前是疫情以来上严重的阶段。有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未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会去苏格兰帕格罗夫。首相大臣施特金已经拒绝。1,347 people are currently in hospital. We are not allowing people to come into Scotland for without an essential purpose right now. 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疫情起源的专家团队，伫咧原本中国答应之下来前往武汉，结果却取消。Today, we learned that Chinese officials have not yet finalized the necessary permissions for the team's arrival in China. I'm very disappointed with this news, given that 2 members had already begun their journeys and others were not able to travel at the last minute. 亚美尼亚总统萨奇西恩确诊新冠病毒，已经伫咧伦敦隔离。伊今年67岁，新年假期拢甲厝年的人伫咧伦敦。亚美尼亚的实权主要是掌握伫咧总理帕辛扬的手里。帕辛扬去年6月份嘛捌感染。公司新闻吴文良编辑。美国纽约证交所去年底才拄宣布讲要甲中国3大电商落市，结果初时的时向宣布取消。另外，中国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办人马云，前去年批评中国金融监管体系了后，伊的集团甲伊本人就伫偷互中国徛空。马云嘛已经消失2个月拢无对外，即嘛引起外界关心。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去年11月宣布参加因公司下底的公益基金会做的实景秀，而且第2届非洲创业者的决赛，以前第1季就是评审之一。几啊礼拜之前，还佫伫咧微博发文，讲真期待看到参赛者。不过，所谓10月中开始，都无佫铺新的文章。阿里巴巴发言人敢若讲，行程有去抢到，所以马云才无做评审。马云2个月拢无公开出现，行踪受到关注。去年10月份，马云伫上海外滩金融峰会批评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得失到政府了后，就陷入风波。上大规模的蚂蚁金服 IPO， 上市进程煞熊冻点。就算马云提出分割蚂蚁集团，甚至部分移交予政府，拢无卡抓。刷落来，阿里巴巴甲蚂蚁集团就连刷去予中国政府调查监管。马云为靠双手出来拍天下的模范，常常变做邪恶的资本家，资产减真济。英国法国媒体报道，马云批评政府了后，失去地位，佮失踪。也那《华尔街日报》是讲北京要缩小马云商业帝国的规模，分析中国其他的科技投资公司嘛拢闪袂过政府的监管。不过目前马云并无任何法律案调查，或者是开除党籍等等的处分。另外，美国纽约证交所去年12月31日捌发声明，会展开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甲中国联通落市的停事。不过，初时佫发声明，根据甲相关监管部门的协商，决定袂佫推动这3间电信公司落市。中方坚决地反对美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滥用国家力量、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无端地打压中国的企业。伫纽约证交所取消落市的行动进前，中国佫一再批评美国用政治来解决经济贸易的问题。美国总统川普去年11月份颁布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国民甲企业投资华府认定是中国军方的，或者是受中国军方控制的中国企业。12月28日，还佫强化行政命令。财政部表示，所有中国军工企业下底的公司，甲有军工企业证券的基金，拢伫咧这个限制内底。
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比特币前旧年12月中到年初2礼拜时间，计小对2万块美金，是8元到3万块美金。伫礼拜时是冲破34000块美金，创下历史新高。虽讲伫过当家，大家是赶紧卖，有博17%，也毋过真紧，佫徛转去3万块，徛甲知。也毋过专家即马是提醒讲，比特币安尼大起大落，背后有藏风险甲危机。2009年出来的主要加密货币比特币，自从去年3月份疫情发生以来，吸引宽松资金投入，一路一直起。对迄当阵5000美金的计数，一路起到去年12月16日是超过2万美金。半个月了的1月初2是徛起哩3万美金，第二天佫创34000块美金的历史新高。短短9个月是起超过6倍，毋过后来行情是得真紧，落到29000块美金，落的幅度是要17%，毋过到拜二佫出现改变，重新徛起哩3万块美金。专家认为讲，线顶支付头脚 PayPal 允准消费者使用加密货币，佮加上包括中国甲瑞典以来真侪间国家央行嘛推出家己的数位货币，凸显虚拟货币受到重视，嘛提悬比特币起的趋势。而且比特币毋但是正做最近真强的投资工具，伫咧受到美国经济制裁告白，伊嘛是伫咧海外的人寄钱倒来厝的管道。住伫哈瓦那的古瑞特，即工就收到伫咧美国做工课的先生，用美金买比特币。再个透过平台卖互告白的人，顺利换做告白的批数了后，由专人送去厝。No tenemos acceso a nada, a ningún recurso de eso. ¿Quiénes son los únicos o qué tecnología es la única que nos ha permitido soñar, nos ha permitido ver otros escenarios? La blockchain, el Bitcoin. 比特币透过区块链的操作，无需要银行转销，无受到汇率的影响。而且有保密袂当修改的特色，以外受到告白的人的欢迎。毋过对比特币的行情起起落落，专家嘛提醒投资人必须要谨慎操作。公司新闻张慧斌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驻辉瑞甲 BNT 药厂的预防射爱隔21天，搁做一档，安尼保护力才有95%。也毋过即马有一寡国家按算要加注第1档甲第2档的期间久长，互搁较侪人会当注射。德国 BNT 即马是警告讲，若是安尼死，因是无法度保证讲这效率甲安全性是共款的。来看中国最近本土疫情拢冒出来呀，情势是愈来愈严重。后个月就是传统的旧历过年，中国的春节运输，香港是地表顶头上大规模刷叮当。即马是有真侪中国专家拢已经呼吁讲，无必要唔好回乡，春节减少出国，减少出门较安全。来看，因为预防射已经出来呀，世界银行预估今年全世界经济成长率会当达到4%。也毋过世界银行嘛警告讲，若准决策者无采取明确的措施，阻挡疫情继续摊开，安尼经济咧恢复的速度就会变慢。镜头等下过来，咱来关心时代力量的立委邱显智昨暗伫面册发表文章，批评6都的厝价权已经超过合理的标准。结果内政部的处长花敬群伫文章下骹是回讲哦，时代加纸真正有够垃圾，这是引起争议。时代力量立委邱显智初五暗时伫面册顶悬讲极大正义的政策，针对内政部的厝价负担能力指标显示，6都明明都已经超过合理的负担范围。毋过内政部处长花敬群却对媒体回应讲，本质应该无啥严重。邱显智表示，世界定了2.0的法案，三读无到1礼拜，花敬群佫开始慢批，希望伊会当找出过去的主张。结果过无偌久，花敬群的个人口罩就伫咧文章下骹留话批评讲，时代佳纸实在有够垃圾。短短9个字，互网友拢甲倒翕落来，引起争议。邱显智嘛随回应讲，都为垃圾。时代力量党团甲时代力量主席陈椒华拢要求花敬群对伊不当言论来回释咧。后来花敬群就甲留话踢掉，而且改回做真理自在人心。嘛伫咧家己的人面册发文回释咧，表示用佳纸来骂别人，确实无妥当。伊嘛感觉真失礼，不离个这话对处长的嘴里讲出来，也是引起争议。邱显智背后嘛搁一摆铺文讲，面对花敬群的言论，伊是感觉真感慨，毋是生气。希望公共政策的辩论会当回归理性的讨论。记者综合报道。
其他消息来关心，开放美国猪肉进口了后，即马咱台湾猪肉有淡薄起价。有民众伫新北市食火锅点台湾猪肉，发现讲爱加钱，民众认为安尼不合理。不过业者是不会讲，因原本敢若是卖西班牙甲英国进口的猪肉，即马搁加台湾猪肉这个选择，所以就较贵。消保官有去现场调查，认为业者无讲骗，毋是乌白化价。天气一日冷，来一碗烧乎乎的咸火锅，规个身躯拢烧起来，这是真侪民众的选择。不过新北市真出名的连锁平价咸火锅，互民众发现讲，伫内地开放进口了后，想要食国产猪都要加钱，认为无合理。看新版的菜单，部分品项确实是写要换台湾本土认证的山珍肉，都要加30至60的金额。我们原本就是用进口猪来做料理的，这样。那台湾猪是多一个品项，然后多增加一些让你选项的东西。那原则上的话，我们台湾猪会比较贵一点，成本会比较高一点。那跟进口猪有差别，会差到60到70上下的比例这样子。业者赶紧澄清，强调店内原本拢是使用西班牙、英国的进口猪肉，因应着内地进口，提早伫去年12月70增加国产猪的选项，互消费者加一个选择。也讲原来品项拢维持原价。互人趁机会起价，其实店内壁顶也拢有讲过，国产猪是新增加的品项。对这件代志，新北市消保官也经过查访了后，初步判断业者无法官不价。它不算涨价，因为民众有顾虑，怕进口猪肉可能会有莱克多巴胺，所以他们就提出一个台湾猪肉的选项。因为内地开放进口，也带动国产猪肉需求增加。经过农委会统计，全台湾猪仔的拍卖价，12月28一公斤平均是68块76，到翻当年1月初2一公斤平均价是75块01，1月初4一公斤平均价也阁是72.72块。农委会表示，目前猪肉价销也是伫正常的范围内，年节期间猪肉消费需求增加，猪肉价销会随时变动。目前猪肉的来源供应充足。记者综合报道。那政府开放美国猪肉进口了后，地方政府是无用试试，拢在调查肉品的来源。伫台中就发生一件也好气也好笑的代志，有客查人员去卖素食卖菜料的店头调查，问讲因奈拢无标示肉品的来源，害店头是不傻傻。台中市政府即马是解释讲，是因为大家想无用啊，一场误会啦。汉堡排甲热狗增加胖公公，加酱料甲青菜，餐点都用真道路。不过这拢是素的，是不是请民众试食，口感甲炒的真是真同。它这个素肉的感觉啦，也蛮好吃的啦。因为现在人都很怕嘛，很怕就是说会有那种进口的那个来猪啊。唔知是毋是想过亲像厝的，互卫生局监察人员也无唔着气。有素食业者伫网络写讲，去年12月底甲今年1月初，台中市卫生局监察人员2摆到店内底宣导要求表示，肉品是毋是台湾猪肉？被误认，我觉得算是蛮正常的啦。可能卫生局那边他也没有标示说我们是一个素食店，所以就是沿街访。对啊，他会用一些看起来像荤的菜单的这样。对。但是因为本来就知道这间是素的。内地开放进口了后，台中市长罗秀贤亲身检查，坚持零检出。不过针对为什么去所的餐饮店宣导，台中市卫生局解释完全是误会。针对无产地标章的，拢会去问。没有特别说是哪个，但是做过了以后，我们就会登录，问过以后，他说没有就没有，然后我们也看他的标章啊等等的，可能是那家店刚好也没有标章啦，所以同仁才会主动的来询问。台中市卫生局表示，为去年10月开始，就陆续对每一个场所甲业者宣导，尤其对餐饮集中的所在，以售价方式宣导。甲即马完成21000多间，因为业务量真大，以外观来看也真难判断是素的，会搁较细致，避免店家困扰。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即阵开始咧做新型冠状病毒的预防针，伫中国的台湾人嘛，防列做爱大声注射对象。大商协会是正式讲有影，嘛讲有袂少人走去报名甲登记。咱陆委会是提醒讲，爱设置中国的预防针，敢有安全？中国新冠疫苗上市，除了9大重点注射对象，伫咧中国的台湾人嘛启用即日起优先安排住的对象。厦门大商协会接到通知，测试开始有意愿的台湾人会当来登记。大商协会规工敲来问的电话是接袂离，可能是因为旧历过年就伫要到啊，拢希望注疫苗会当减少来回两岸的隔离时间。或许台湾相关部门他不予承认，会有疑虑，那我们都可以理解。在大陆生活发展的台商，
共同的心声啊。厦门大商协会会长吴家营认同厦门市政府伫咧疫苗有限的状况之下，优先满足台湾人需求的作为。不过，陆委会嘛提醒，也是要注意中国疫苗的风险，嘛呼吁中国唔通替台湾人来做企业，去中国各地办配片公司挑故意要抹黑。陆委会嘛搁一再强调讲，疫苗使用是医卫专业事务，爱谨慎看待。我们希望陆方不要再将防疫事务与政治宣传挂钩，并借故批评我方。应该依照严谨的科学程序防疫，疫苗相关的资讯公开透明，才是维护人民健康安全的不二做法。中国疫情继续伫清关，测试新增加16件境外确诊病例，本土病例有17个，其中14个是拄河北来的，嘛互河北真侪地区宣布进入战时状态。有4个区域调整做中风险的地区，有的庄仔头搁到风雨烂，外互外地人入来。河北大学还有金峰岛专区所谓幼稚园是提早伫咧1月初5开始休关，若是中国的首都北京嘛唔敢绑定。为切实防范超长潜伏期感染者所引发的疫情风险，确保首都防疫安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决定，对入境进京人员实施14+7健康管理措施。因为真侪病例是伫咧结束14天隔离期了后才出现，北京决定加强防疫措施，严格实施14天加7天，预防疫情搁拖开。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算日得做的套房一直拢有争议，即嘛是风声讲伫台中有业者伫网络顶头招一寡需要居家检疫的民众去住。台中市观光局是表示讲，目前已经有接到17件检举，5件有罚钱，会加强稽查。稽查人员来到一间位于台中市区的违法自住套房，为阳台探头的住客都是业者违法收租，会局也来进行地处检疫的民众。你找你是在住户吗？你是可以的，居家检疫的，不用像你小时候入住的。12月20。另外，这间同款位于市区的自住厝，也防检举收一名地处检疫者。2间业者唔拿违法经营自住套房，也提供予地处检疫者住，分别予以违反法定观光条例，各裁罚20万甲10万罚款。另外，会当以传染病防治法相关裁罚15000块。价格优惠的话呢，就是因为它缺乏这一些设备，所以还是要慎选合法旅宿，这是最重要的。台中市府表示，目前25间合法检疫旅馆会当提供大约1500间房间，刷落来农历春节就要到啊，预估会有7-8成的入住率，也会机动调度准备的200间房间。民政局表示，目前居家检疫替代数入住率大约5成，量能绝对有够。那个时候可能会。学生会少一点，不一定哈。那其实我们这几个3种替代所还是可以通用的。台中市府强调，回国民众若讲有需求，会当卡1999，也是向民政局咨询。有合法业者指出，不少民众拢会提早伫2月初解除地处检疫，1月份需求较大，呼吁回国民众应该选择合法检疫处所，避免造成防疫的空棚。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今年元旦有一波寒潮，造成屏东早暗的温差真大。安尼颠倒好着做啊，地处做啊会变较甜。目前做啊当地收成，旧年的绩效放盘，若今年品质较好，毋望会当卖出好绩效。树仔顶的蜜枣拢已经大粒，嘛差不多要熟啊。对于12月底开始，屏东高树的蜜枣就已经开始采收。看到果子园满满的蜜枣，农民讲，加在元旦寒流来的时阵无落雨，温差真大，颠倒互枣啊生甲愈甜愈好食。因为咱像即马日头介炎，但是暗时的时阵会冷，伊温差就差不多伫迄个8-9度，但是安尼枣仔的迄个甜度累积会起来，伊。不管什么品种，伊的食路拢介好。屏东枣仔产区差不多800公顷，今年佮加一种早生的品种，对1个月到3月底拢有枣仔通食。即马农民嘛已经开始包装出货。旧年因为旧历过年提早，造成农民抢收枣仔拍卖价销放盘到1公斤30块。今年的价销，农民拢有信心。所以有无共品种，有无共的挂果期。无共的挂果期，拢是伊正开，拢是伊钓时好食的时阵，所以我感觉今年的枣啊品质会好，消费者会介意。今年的因为温差有够，所以枣啊品质拢袂歹，只要
咱家己农民只要卖抢收，顺啊慢，应该继续会改平稳啦。郭浩明讲，今年因为无风台，做的产量应该嘛袂歹。毋过听讲即礼拜阁有寒流要来，农民嘛是烦恼。农表示一定爱准备落架肥，也是伫叶啊喷营养剂，莫互做啊受到寒害。记者陈嘉文来为做屏东报道。台东的往来设家，逐年拢会外销12000多吨，有9成是销去中国。也毋过自疫情爆发了后，外销就小波多。若即阵全世界疫情搁较严重，货柜逐卡拢爱斟酌消毒，无够用，要销出去嘛叫无货柜，真正是无米兼润柜。台东县总往来设家面积约3000公顷，去年无风台，今年的往来设家大丰收，即马正伫大出，农民赶紧采收，也毋过即马计数却相对落败，比往年差。加咧1-2成应该有啦，毋过你就是计数减咧1-2成而已。农民讲，今年收购的计数1公斤大约伫35块左右，是去年的一半。也毋过今年，若是计数问题，要外销也因为全世界疫情严重，外销到中国的货柜受到检疫消毒的影响，也卡伫中国港口无法度转来，找袂到货柜会当装外销的往来设家，而且即马连包装的生活原料也欠货，农民感觉问题真大。即马毋是达无几啊，即马毋做纸生活的原料，真系欠发啦。已经成立了应变小组来协助把这些海运的货柜可以调回来台湾，那让更多的不管是凤梨世家或是其他的水果物品可以出口。科家豪讲，这礼拜农委会甲台东地区农会拢会协助解决往来设家外销货柜问题。也毋过，若讲外销也是受到阻碍，官府已经甲电商参全国各地的农产运销策略联盟合作，会协助农民伫春节前行销。目前台东县的往来设家也调整产期，有计会当采收到2月下旬。记者综合报道。农民爱靠天食饭真辛苦，面对即阵天气反常、极端的变化，嘛爱做改变。台湾头一间温室电视中心，昨在伫嘉义的新港结拜开幕。温室电视中心打开放，就吸引不少民众来参观。内底有小街打温室的各种材料，还佫有细模型。有想要打温室的农民，会使先来了解需求。以这个示范中心对我来讲是有需要的，是有需要这个部分提供阮一寡必要的设备，阮需要啥物件，直接先做一个模拟以后，再去现场做。针对你的作物啦哈，包含着他现在把这个智慧啦，还有这个 AI 呢，都可以融入到让农民哈，在选择要种植的这个环境哈，可以更完备，而且随时可以掌控。天气影响，佮加上生产环境的改变，有愈来愈侪农民选择温室种植的方式。温室电视中心成立，会当伫技术佮设备方面替农民解决问题。伊将所有的款式的温室拢一只吼，会使咱一摆来到这个所在的时阵，就会使发现咱需要的。在这边去一一的去，包括用 AR、VR 的实景，都可以看得出我们实际在展示中心，在温室的里面的时候是怎么去进行。包括这个材怎么搭建呐，这个温室中心是这个温室适合种什么东西，都可以在这边一览无遗。农会总干事表示，农民想要加入温室种植的时阵，刚开始因为唔知影相关的知识，所以嘛影响到转型的意愿。即马透过电视中心的成立，带来创新的科技，希望会当改变嘉义县一寡传统农业的生产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咧食的粿鸟，用来指挥的金钩毛，拢是用起类粿类的食物。这款食物伫台湾的生存受威胁，有的已经强要坐种。即马清代有教授专工伫学校内底起一个粿类的教学基地，品种已经有60多种。台湾粿类植物的种类真丰富，上无有800多款。为了保育这个贵客，清华大学教授特别对屏东送来60多种的粿类到新竹，其中以台湾原生种为主，佮用玻璃甲围起来。一方面会使保护，一方面也通互人挖金欣赏。希望让大家知道，植物不是只有彩色艳丽花朵的那些类群，这些不开花的，在生态系里头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要照顾这个粿类，伊加为用喷水雾的方式，互这个植物会当长时间保湿，佮利用电火照，互暗时园区内底看起来真特别。比如在我眼前的，这是乌来凤尾蕨。全世界只长在台湾，
也只分布在很少数的地区，每个族群都不超过50个个体。在百绝园里头，我们放进了15个乌来凤尾蕨的小苗，将来成长以后，这里可以变成一个很重要的生育地。除了一般看会到的桂类，现场还有真罕见的乌来凤尾桂、对啊天线桂。教授讲要把这拍做成生态保育教学研究基地，也希望是校园内底上水的所在。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寒天看梅花当着时，台南的梅岭梅花已经开3成，啊，若明仔有寒流会到位，天气阁会变寒，按算阁一礼拜，这梅花会愈开愈水。台南南西梅岭是一个赏梅花好所在，目前梅树的叶仔已经全部落了，而且温度是愈来愈低。加上今年无风台，真紧就会当看到梅花开花啊！伊的梅树面顶的树叶拢掉光光啊，哦，啊，还有今年算也没有那个台风过境，哦，所以它的梅树的状况会当讲非常的好，哦，啊，我相信呢，啊，以近来讲，啊，这几天个啊慢慢啊有吼，天气啊。流啊，伫迄个较凉冷啊，吼，啊，拢小可有迄个云雾，吼，温度啊，流啊较低啊，吼，我相信这种环境来讲，对梅树来讲，哦，状况是上好的。梅农陈其峰表示，目前梅树的树尾顶头拢已经结花黄，只要天气温度有明显的下降，花会开搁较水。目前梅岭的梅花已经开3成，若阵气候继续冷落去，按算搁一礼拜，花会开搁较水。伊的枝。哦，枝啊，这有一目一目，哦，这就是啊盖出来，就是迄个伊会开梅花，哦，啊渐渐可能过10空工吼，伊的花苞就全部拢出来吼。陈其峰也提醒民众，最近梅岭早暗的温度变化有较大，除了爱注意身体状况以外，也会探到这个自然现象，通好看到云海变化。而且今年的梅花无受到天然灾害扰乱，梅花花期应该到旧历过年之前拢会当看到。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台南的北门农港甲七股农会合作，和学生囡仔对剪稿开发产品拢总来，行政局来做加工品，来提升伊的经济价值。有做所需囡仔耳膏甲吸招这物件，再关起卖，赚的钱摕来做爱心，嘛帮助学校内底弱势学生。一般摕来泡茶的菊花，即马会当加工做成所需囡仔吸体。耳膏、茶包看起来是果水果真实用。学生对种菊花到加工品的包装设计，拢是家己亲身做的。我们挑选比较优秀的成品，然后再跟老师一起讨论，都是以杭菊为主题，再搭配其他的干燥花等等的这种手作。这是台南北门农工造园科的学生用创意，将菊花甲各种的商品做结合，提升菊花的价值。学校的主任讲，若是未来产量有够野，一部分会当提去做公益，商品卖掉的钱会当捐予慈善机关，一部分会当来帮助学校较弱势学生。那义卖的所得呢，一部分呢，我们就是会捐给慈善机构。那另外一部分呢，我们也会就是提供给班上就是比较弱势的小孩的孩子来运用。学校表示，希望透过课程研发出特色产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意，也希望会当提升农产品的经济价值，让学生唔但是学到知识，创造出来的经济价值，阁会当帮助别人。记者综合报道。新闻消息来关心，咱的健保已经办25档，健保署这健保资料库，即马为着要互这应用会当更较快。伫今年拍算要加350万的已经往生的民众，因在生进前去用医生看记录来做另外一个资料库，会当互外界申请偷做研究。不过有人认为讲，安尼违反研究伦理。敢若需要摕健保卡，就会当去厝内附近的医疗医所挂号看病，毋那就医真方便嘛真俗。
健保开办25年以来，有大量民众就医的资料。若是即马为着扩大健保资料库的应用，健保署按算甲即马350万的死者资料另外成立资料库，而且甲身份气息变化，开放外界申请研究。毋过却引起争议，认为讲无重视人权甲研究伦理。我们现在想要把这个已经收集好的资料去做2次利用，因为原始的同意其实没有，所以不管他是自然人或非自然人，还是会有一些基本上我们所谓的这个司法性基础可能不够完备的地方。学者表示，虽亡死者毋是自然人，无受到各自法的保障，毋过呼吁未来应该设专法来保障死者的资料。而且根据健保署的统计，到去年11月底为止，健保大数据的门诊资料有487亿条，大院资料有47亿条，药局的资料有73亿条，经验报告嘛有35亿条，医疗影像是有21亿张。去年6月份，企办4项合作，推动 AI 人工智慧应用，已经有6间病院、5间学校、7个产业来申请使用。对国内的一些生技的话，产业它本身怎么可以利用我们台湾的一些资料，能够做更好的一个突破？当然这里面很多东西都需要我们所谓的人体试验委员会通过有核定。完全符合医学伦理的时候呢，我们再把这资料释出。健保署强调，讲死者的健保资料敢是要开放，初5早起会召开专家会议，邀请法律、资通信、甲公共卫生等等领域的专家学者来讨论个人资料保护等等的配套措施，希望会当研议更较妥当的做法，无情无开始的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1998年，伫民间团体斗相共去越南，甲越南的阿虎接来台湾做面部中间的手术，嘛正做台湾当当时下海医疗援助的头一例。那阿虎故事是感动真侪台湾人，所以当初时有募到2000万的捐款，嘛有帮助3000个越南的囡仔。那初2的时，阿虎是传出伫越南过身。看到熟悉朋友越南阿虎杜德言笑甲真欢喜，受到越战美军化学武器的影响，一个出事都有真严重的面部变形。1998年，伫公益团体协助下，予艺人单属地破掉来台湾进行面部手术，创下台湾当时跨海医疗援助的头一例。但是阿虎伫初2暗时传出过身的消息，享年22岁。那个时候到了他以后，真的就把他当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小孩，尤其他的妈妈，我也把她当作自己的姐妹。那他任务结束了，应该也就可以到天堂去做他的快乐小天使。做台湾联络人的医师袁立德表示，当时敢若一个单纯的想法，就是救人，所以用4个月才总算促成阿虎的这桩跨海手术。他等于是我去越南把他带回来台湾，然后接受治疗。但是之后我们每次去越南出差，几乎每次吧，都会到他家里去看他，所以从小看他，等于是从小看他长大的。自细汉看大汉的袁立德医师听到阿虎过身去，危机中难免艰苦。但属的也讲，原本打算疫情过了后再去看伊，无想到无机会啊。另外，当年阿虎的新闻也感动真侪民众，所以也有超过2000万的爱心捐款。现在为止，大约已经执行20多年了。那受惠的孩子呢，累积下来也有快要3000个孩子。那我觉得这个都要非常的感谢台湾人的爱心。除了阿虎一家伙仔生活得到改善，这个善款20多年来也帮助超过3000外个囡仔。但是志诚基金会执行长是讲，阿虎虽然比以前的身世，也叫醒台湾人的爱心，无国界的爱，互越南更较侪甲阿虎同款的囡仔，会当过去读册，帮助伊做医疗手术，改变生活。记者综合报道。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难者陈武定，初5昨伫228国家纪念馆发表伊的新册，内底有属于最近56档的艺术创作，拢是甲以早白色恐怖有关系的画图。这图片我看50几组了，就看袂落啊，因为足残酷的。甲过去看到白色恐怖庆杀时的图片，改用油画来呈现。要安怎去标示？我也无爱用红色、用灰去标示，所以我用这个失去生命黑色甲白色来表现这个题材。黑色、白色，嘛那亲像咧讲黑白无分，本身就是白色恐怖受难者的陈武定发表几套的新册《仇》，内面收集6本无同的主题，无论是画出犯人，看到鸟仔感受失去自由的心情，还是用判决书结合人形的雕刻，拢咧反映迄个时代台湾人的悲情。伊用迄个很轻的这个纸，
来呈现迄个生命跟罪行的重。其实迄个意境是非常令人冲击这摆的册收录陈武定自2019年到18年的艺术创作，伊嘛以家己尊敬的前辈李万忠做素材，手中抱的囡仔就代表台湾。伊讲会继续创作，做应该爱做的代志。视觉意象会当互下一代人、互未来的人有一个真简单。切入一个切入点，伊会当对遮搁深入去了解。记者陈雅文、李旭凯台北报道。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南韩的旅行社都超过500间。南韩政府顺势推出社会主题计划，甲遮个细间的套房，即马正做独身仔的国民主题。本来专门伫咧接待日本甲中国自由行旅客旅馆。伫疫情了后，等无人客，即马改装正做122个单位的单身社会主体，所在无大，只可能会当更简单的私人物品，民众也摊悬起嚟。政府拨款支持这项活用计划，帮助单身的少年人用市民介绍6.5左右的租金，找到安全有品质大的所在。虽然反对者批评讲，这毋是真正的单身公寓，只是一间房间。灶卡洗衫间拢甲人公家用，不过一寡手头较安的人是真满意。저는 오래전부터 고시원에 살았기 때문에 일단은 안전하고요, 싸고요. 일단 사람들 간의 이제 대면이. 首尔的厝价一直拢真悬，总统文在寅5年的任期已经过一半，伊所有的拍房政策拢无效果。无旅客旅馆变做社会体，也反映出经济，特别是观光产业，因为飞机停飞、封锁加隔离的措施，强要挡袂落去。官方统计显示，受疫情影响，2020年前10个月，到南韩的外国游客人数是239万，比去年同期减少83.6%，也是32年来上低纪录。 코로나 이전에 한 달에 해외 여행이나 항공권 저희 여행사를 통해서 그 해외로 나가셨던 분들이 30만 명 정도가 됐어요. 월에 3만 명이니까 30만 명이 된 거죠. 근데 지금은 뭐 불과 지난달 이번 달 통계 보면 해외 여행은 0명입니다. 南韩政府伫去年10月推出相关的救助计划，业者也全力开发甲病毒共存的解决方案。因为南韩的戏变做热门的南怡岛甲平昌奥运公园，目前就已经有真侪外国游客，就让开发真侪更加深度、高品质的体验，锁定规个火啊甲自助型，国内旅游变做新的趋势。公司新闻时会两边页。 那伫法国的北部是有旧社区推出1块欧元买一间厝的方案，买来厝是旧屋旧草，那条件是厝主爱家己开钱去翻新、去清洁、去装潢。这个人开1欧元，差不多一个可颂面包的价钱。小学老师阿曼特就愿意买厝的梦想，带入去这间20几平的厝，主要的成本拢开伫咧整修，差不多用13万欧元。 换算代表400多万，好佳在政府有补贴一半。 I wasn't a homeowner before, and now I am. It means no longer throwing money away, but investing it. 阿曼特这间正水的厝，1年前是破旧搁垃圾，用1欧元买厝附带条件正严格，就是要彻底整修再生。 The first time we saw the house, we said there's a lot of work, but there's a lot of potential too. 不过经过1年半了，买厝的计划煞规条条的，因为银行无批准相关的整修贷款，因只好搬去别位。镜头来看法国的东北部，荷兰叫做伤兵之都的汉斯，当局批准一间新创公司用3D 列印技术起社会主体，用较俗的介绍出租的计划，表面用暗门图一层一层贴起来，若是真精准，而且比传统的贴砖仔厝紧真多。 中档空会让保温，也会当成4-5成的暗门图，减碳也减成本。3D 电影的变化性较悬，互建筑师会当发挥创意，起出有美感佮环保友善的新世代主题。过去伫咧中国甲德国拢有出现用这种工法起做的，那紧一工就当印好一栋。虽然伫初期价钱较悬，也不过若普及化了，会当因为量大压低成本，创造更加好的经济效益。 列印的机台愈多，就当快速量产，希望会当帮助全世界中价收入甲新兴国家客家的需求。业者希望3D 列印术会当是后一个新兴产业，相关的新创公司甲工程项目正伫咧快速发展。公司新闻时会两边页。
食老有人会去养老院，啊，若伫洛西亚灵牛食老冇退休的所在，有一搭灵牛的养老村专门收济会无法度过生产牛龄的老牛，用心甲照顾，感谢因规世人生产牛龄的付出。伫牧场的草坡顶有真侪只乌色甲土色的牛在咧食草。这款牛牛拢是俄罗斯国内年纪较大的老牛牛，因为无法度过责任，所以被送来达旦斯坦共和国的牛牛养老村。Ну, уже хорошо то, что люди стали задумываться о том, чтобы как-то пристроить их, а не убить. Правильно, не сдать на бойню, не отдать мяснику, а как-то их просто спасти жизнь их. 这个牛牛的退休之家专门收容迄款年纪较大、无法度国在责任，或者是养殖业者家庭有状况、无法度国在饲的牛牛，靠志工照顾。Чтобы их тут от ветра, от дождя, от всего как бы будет защищено. Здесь будет трактор заезжать, все чистить. То есть, ну, как бы высота все рассчитана под трактор. Вот будет для них как бы здесь нормальное место обитания. 住伫咧城市的谢尔盖，本来住伫咧庄卡，也毋过因为要搬去城市，无法度继续饲，就甲牛送来遮，交互设施照顾，也定期来遮做志工。那甲一寡伫咧遮出世的细只牛也算入去。这个牛牛养老村内面有100只牛牛，因为每工需要供应因的3顿，成本差不多是大票60块左右。饲这款牛的资金大部分拢是民众捐款，过来就是靠卖因家己所生产的环保年制品。Это вот то, что мы производим, это для себя в основном и для близких друзей, которые знают, что у нас есть ахимса-продукция, ахимса-молоко. 这个养老村会伫咧2021年春天向西平山1800公里到普斯科夫，迄边的气候较温暖，也个计划要发展有机堆肥加生态旅游，由这款收入来维持牛的生活。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来关心今仔日讲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17度；再来伫中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3度；伫南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2度。外岛的温度上低8度，上悬18度。感谢您继续看《将军顺心》，咱再会。